揾退休養老自住嘅筍盤嘅各位港澳街坊朋友仔，呢啲就真係筍啦，有山又有水，現樓現正，唔使怕爛尾，入住咗噶啦。50零萬買3房，60零萬買4房，全屋精裝修好俾你，有埋家私電器拎包入住，有埋屋苑直通巴士直達翻關口同埋香港嘅荃灣太子嘅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上去睇下。咁到嚟望落去成個湖景就仲正啦。3樓實體樓望翻別墅區景觀，視野開闊冇遮擋。睇下呢個採光通風掂唔掂啦？加4方大3房，做翻南北對流雙露台嘅湖景嘅。廚房位接翻有個生活露台仔啦，晾洗衫，而且都係望翻湖景同埋山景嘅。加4方 total 50零個，如果係精裝嘅話咧，都係60零嘅啫吓。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俾到你，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，仲有埋車位贈送俾到你嘅。如果退休養老自住，想要翻低總價嘅，真係要過嚟呢度睇下，真係抵住嘅。睇下咁嘅環境，而且有翻港澳直通巴士，可以直達翻香港嘅荃灣同埋太子，方便快捷咁樣嘅一個環境，低密度住宅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